我今日好榮幸再次代表改田公司接受呢一個殊榮，享譽大獎地產住宅物業管理。過去嗰一年呢，我哋團隊係積極推動物業管理數碼化，引用咗好多嘅新科技，例如人工智能監測嘅系統、自動巡邏、機械裝置。我哋亦都係用咗無人機清洗勘察外牆，同埋呢個物聯網棚架監測嘅系統，使到我哋嘅管理全面提升。亦都喺我哋安全管理嗰方面呢，應用咗啲措施呢係更加到位，亦都係更加精準。咁我哋港鐵公司係繼續秉持沒有最安全，只有更安全嘅理念，使用我哋嚴謹嘅守則，強化安全管理，同埋最緊要係呢個網絡嘅防禦，提升數據嘅安全，保障客戶嘅資料。呢個殊榮呢，令到我哋嘅團隊努力係肯定咗，我哋一定繼續以安全為本，呢個推動呢個創新為動力，提供更安全、更優質嘅住宅環境。再次多謝香港互動事務商會同埋大家對港鐵物業嘅支持，多謝。